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oly，咁我係一位紋繡師，同時亦都係一位專業修眉導師。全港只有3位，我係其中之一。咁亦都協助過4000位客戶去改善佢嘅眉形啊。咁透過調整眉形，可以俾人印象係唔同㗎喎。咁譬如啦，你想俾人感覺係溫柔啲、精神啲、有氣勢啲，定係 man 啲咧？咁亦都透過修眉已經可以改善到㗎咯喎。咁同時亦都可以幫你去提升返個自信心同埋專業形象，咁更加了解自己嘅面型適合啲咩眉型配搭。咁如果你都成日要經常要見客啦，出席一啲重要場合約會，或者都想快啲去畫好條眉出門口嘅話啦，咁都歡迎你 click 入以下條 link 去網上預約咯喎。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提供一啲實體嘅課程，在你踏上創業嘅路上。咁如果你都想加入我哋呢一個行業嘅話啦，咁都歡迎你揾我了解多啲。係啦，咁我今日分享到呢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